57岁因月顽童与程庆、哈林，2016年再婚主播张嘉欣，两人育有一女一子。今年农历年前，一家4口入住一级豪宅，幸福。不过，经有周刊爆料，疑似是因为婆媳不和，哈林才会举家搬迁。据悉，哈林不仅才华洋溢，还是房产界的法拍高手，投资房产眼光相当精准。24年来拥有东区1万房产。据《镜周刊》报道，有报道指出，哈林2011年买下东区民宅一品大厦5楼处所。除了连战以外，国泰信托集团理事主席蔡成南、韩熙投资韩舍集团董事长蔡成阳、星光金控董事长吴东进、康城集团董事长徐峰及艺人费玉清都曾入住。当时房仲介推估总价交易约 1.26 亿台币，而哈林另外还有2户不动产共逾亿，等于坐拥2亿多元房产。据报道，哈林、张嘉欣夫妇农历年前从台北市大安区旧家一品大厦搬到信义区的豪宅台北花园。先前有媒体指称台北花园是全台最具身价的地上权豪宅案，去年11月出现2笔出租记录，显示哈林夫妇疑似只是租屋住。据好房网报道，哈林早在20多年前便开始钻研一般人不敢购买的法拍屋，像是他1995年买下位于台北顶好商圈大安路的金城大厦，就是透过法拍以4690万元标下70平含车位的中古屋。2009年初，哈林因音乐工作室租约到期，又不想搬离金城大厦太远，同年底掌握台北地方法院拍卖包括力霸集团在内的16笔不动产，其中位于大安区忠孝东路的华兴大厦，被哈林以近5590万元得标。当时该楼位处东区最区域，可说是坐拥台北市最精华地段。